性别平权的意识是愈来愈普遍，变装风俗也就是查甫装做查某的一款形式，嘛真做 LGBTQ 族群的代表之一。最近这几冬，台湾变装文化嘛真发展。台语台青春咱日帮下暗7点半，特别带乡亲智慧来了解这款艺术和性别认同的关系。轻薄的打扮甲肢体动作，伫台北拜六礼拜暗时啊，袂少性别友善的酒吧会当看到变装风俗的表演。亲像 Honey 剧，为高雄来台北已经3年啊，为着得到更较侪表演机会，除了参与各种的演出，伊利用时间磨练舞蹈的技巧，希望会当成做专业的表演者。在做这个表演的时候，你自己是以什么样的状态在做这件事情？那每个人定义这个状态不一样，挖掘自己另外一个心理层面，是我一个最大的启发。除了伫酒吧固定的演出，各种的活动嘛开始有变装风俗的表演。亲像即个两厅院的特别企划，都邀请变装风俗来演出厅院望红楼，甲现场的观众近距离互动，大概是学到甲。之前大部分应该是电视上看到，然后譬如说像有一些红顶艺人这一些，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观看，然后而且发现他们其实很会跟观众互动，很有趣。变装风俗的表演，若是欢乐的舞台，嘛是多元社会共融价值的表现。我希望讲有一天变装风俗伫美术馆。把变装变做较一般的表演，应该是我的目标啊。当花灯初上，第一变甲无变之间，才会变装风俗，因勇敢展现家己的内心。嘛期待大众会当欣赏这个文化。记者洪兆成、吴一修台北报道。